各位兄弟平安。今领受的大圣，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创造个拯救阮。所以说，阮伫遮向你祈求，求你互阮有会听的耳孔，听了明白，听了清楚，无含糊，也互阮有受教的心。就阮会当遵趁你的道理来行，正做荣耀上帝利益人的基督徒。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第一场的台语礼拜了才发现，我选的诗歌拢真悬，大家唱了有淡薄艰苦，真好听，佫无法度放下，但是佫淡薄歹唱。连我家己有两个音嘛，拢会唱毋对。伫迄个透早起也好整的第三段，迄两个共款的音，我大概拢唱甲落落来。头拄仔唱对，感觉足欢喜。但是咱发现，咱托福音嘛是安尼啊，咱有当时嘛是会感觉足失败，唱了拢卡卡。那亲像咱唱歌共款，不要紧，加做就会慢慢成熟，最后就会唱着音，嘛会传了好势。今仔日用即个。得着人若亲像掠鱼来甲大家分享，嘛真无容易找到即个 PPT 吼，遮济鱼，看了真来心内真欢喜，阁有真水的天，甲真水的海，阁真水的船，就欢喜咱伫遮做伙来受到上帝的话语的帮助。今仔日所分享即个信息是一个足初期的信息啦。是伫马可福音书的第1章，是伫咱做基督徒常常会听到的。咱一直熟甲有当时会袂记哩，这是咱上基本的一个任务。所以伫准备这个道理的时阵，我倒来去想，这个上基本的道理，倒来去想，耶稣是怎样对咱讲话的时阵，我有足深的新的一个领受。第一就是上帝。伊咧创造大自然甲四季的即个规律，咱诚做现代基督徒，甚至后现代基督徒，咱诚做受科技文明所包围的基督徒。咱即马啥物拢虚拟，已经无人在爬山，拢在爬迄个枕头山的基督徒。咱互现代文明进到一个程度，咱常常会袂记哩。咱常常敢若会记哩上帝是。拯救的主，咱袂记哩上帝是创造的主。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真理，这个上基本的真理。因为上帝创造万有，所以上帝毋是干那透过圣经对咱讲话，上帝透过大自然在对咱讲话。那咱相信迄个独一的精神，甲独一的真理，安尼，咱对圣经所领受的真理。甲对大自然所领受的真理，应该是同款的，敢毋是？应该是一致的，敢毋是？也就是上帝真理，伊要治理万有，互整个世界成做一个整全的、充满生命力的一个整体，毋是一个破碎，毋是两个世界，是一个整全的世界。对看得到到看袂到，对物质界到灵魂的世界。因为安尼，人类几若千年来，就因为大自然这规律，诚做农林渔牧四个足基础的产业，诚做人类社会当发展、当坚固，诚做国家会当成立的这个基本，也诚做人类会当善用自然的资源来饲饱饲活家己上大的基本。因为上帝创造甲统管世界的规律，互世界通好运作，就搁较深来影响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人就因为安尼来跟对时间的迄个规律来生活。古早人常常会讲“子时睡，辰时起”吼，就是爱11点以前爱困，所以毋好做暗光觉。辰时就是7点。到9点中间来起床，困饱8小时，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勇健。甚至咱伫
食米的中间，咱教会足侪医生拢会甲咱讲，你要吃食物哦，不要吃食品哦。啥物是食物？啥物是食品？食物就是你食的甲伊原来形足像的，食品就是甲原来完全看袂出来。所以，肉是食物，素肉是食品。OK， 安尼咱就理解。咱会发现，咱若食物食较济，咱就较健康一丝；咱若食品食较济的时阵，咱就食足济添加物伫咱的生命内底。毋是干那安尼尔，咱若学习会当不时，毋好食迄个无着时的米啦。咱毋好感觉哦，足想要食的，所以冬天食西瓜。结果发现西瓜那冬瓜较适合煮汤，因为伊毋是着时的米。咱食迄个毋是着时的米的时阵，咱就食足济啥物货？肥料、农药、保鲜剂。所以咱会愈来愈保鲜，因为咱食足济保鲜剂。甚至有一寡农产品，因为伊逆时生长。所以，伫伊的体内有足济迄个逆时生长所产生遐毒物、毒素伫伊的细胞内底，伫伊的组织内底，咱就拢总食落来。这就是咱做食物链最高级的那个代价。咱食上济歹米伫咱的身躯底，但是咱若时时食着时的米，就咱会当享受迄个季节所享受咱的迄个物产。然后，咱会食着充满生命能量的吃食，然后也安尼照四季来调适咱的身体，甲咱的生活。为每一天到每一季，为每年到一生，咱搁进一步对大自然来学习一个足重要的人生的功课，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亲像传道书对咱讲的聚散有时。这个重要人生功课，所以咱细汉的时阵学习怎样成长，咱中年以后学习怎样老化，然后怎样面对死亡。亲像传道书所讲的，竹枝有时阵，分散也有时阵。因为安尼的角度，咱就发现耶稣基督，迄个圣经所强调甲天父上帝上相捌。对起头就甲天父上帝做伙做工的这个基督徒，把这个主耶稣，伊所教示基督徒逐项的道理，甲后来的神学家，甲伊当代遐的神学家、列比、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甚至后来2000年遐的神学家、哲学家，足无共款，敢毋是？遐大哲学家上爱做就是建立一个足大天顶的系统，然后甲现实拄入去试看觅，血足适履。啊，若这现实感觉怪怪，就甲现实摕掉，毋是改伊的系统。所以咱会发现，2000年来有一寡神学的问题，咱嘛感觉足袂当理解。针尖上要站几个天使，这款问题嘛摕来讲足久的。所以现代还阁活咧上资深的德国的神学家叫做莫特曼，就是迄个写受苦的上帝，顶十字架的上帝，写迄个噩梦神学的迄位。伊讲，迄个神学发展了上好的德国人，伊讲啥？伊讲德国人讲话有3部分，第一部分大家拢会当理解，所以你我拢听有。第二部分叫做敢若讲的人会当理解，会众拢啥无。第3部分哦，这个厉害，叫做听的人甲讲的人拢袂理解，敢若上帝知，所以主之名，即款的讲话，所以有2/3的讲话你拢免听，因为听嘛听无，1/3听有的收转去就好。这就是咱人在讲话的习惯，甲耶稣实在足无共款的，敢毋是？咱发现耶稣虽然互人称作列比，但是伊很有意识，足主动，要去片面遐学术性的语言，足抽象的概念，甲迄款足琐碎的讨论。反正来讲，耶稣的教示是要互一般的人理解，让常民可以理解。
互 common people 会当理解。伫遮我用常民，无用庶民，因为庶民是中国的观念内底迄个世俗有别，无草头会甘食，迄是一个有阶级概念的。但是耶稣毋是安尼，耶稣要互咱日常生活的常民会当理解，透过咱真实生活遐个譬如，互咱会当理解伊要讲的是啥物道理。所以耶稣讲鱼敢毋是？耶稣讲羊，耶稣讲麦仔，耶稣讲安怎做酒，耶稣讲金钱甲家务的管理，耶稣讲嫁某甲饼，这拢是咱做一般人上重要的日常。因为安尼，耶稣要特别刻意去凸显的，去凸显的。是甲传统遐个宗教人士足无共款的一个形象。耶稣常常互批评讲，这个是贪酒好食之人，爱啉爱食，形象介歹。讲伊甲伊坐道拢是罪人，无啥物高尚的人，这拢是圣经咧讲的。但是透过最后所伊的言行，伊要拍破迄个真理的解说权，是互宗教人士来垄断这个现象。伊期待上帝真正成做万国万民、万事万物的主宰。上帝真正伫咱的眼中，成做甲人三同行、三同食、三同住、三同工的迄个主啦。也因为安尼，今仔日咱看见的圣经，是耶稣要呼召掠鱼人做门徒，因阮伊得人哪得着鱼共款。这是一个足重要，用真实生活来讲到圣经的道理，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故事。今仔日的经文有两个小小的主题，一个是呼召门徒，一个是福音使命责任甲切恳。第一部分，咱会看见耶稣在讲到宣告甲牧养，伊用农林渔牧就来讲到咱看见的宣告甲牧养。伫四福音的记载，咱会发现耶稣伊呼召三种人。第一款人是有手艺，亲像使徒保罗，伊是织帐篷，在做布被，这是伫当迄个时代足重要、足困难的一个好的手艺。第二种是基础的专业，亲像伊门徒内底上大群的叫做掠鱼人。第三种人是啥物？是管经济、抽象的马太，诚做马太福音书的作者，诚做来记录耶稣所讲的教示的迄位。耶稣也非常爱讲管理，伊常常提醒咱爱将上帝所稳定修事的文书才能好好管理，做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同款，咱会发现耶稣家己的专业是啥物呢？伊是一个做木工的，他是一个木匠，是用手做工的人。咱今仔日搁较细致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咱就发现耶稣呼召西门后来，耶稣甲伊号名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因伫加利利的河边拄啊好伫拍网掠鱼。然后几步路了后，耶稣呼召西庇太的后生，就是雅各甲约翰，因伫船顶准备要掠鱼。四个门徒拢在做因日常在做的代志，手艺的工。耶稣就安尼用鱼来连接了掠鱼甲宣告，因为安尼，伊将伫工作的人呼召出来，做搁较侪、搁较大的工。伊是呼召遐做工的人来做搁较大的工。因为安尼，咱发觉耶稣是一个做工的主，耶稣用手做工一世人。伊选择遐个甲真实的世界上接近的人来有备要传福音。伊无爱遐空思梦想的，伊
选择遐真实的做工、甲真实的生活、甲真实的世代上近迄群人。所以伊安尼形容伊甲天父的关系，同款的迄款特质。伊讲我的爸一直在工作，上帝毋是干那六工创造世界就去休息甲即嘛，伊是一直在做工的天父上帝。所以耶稣讲伊家己安怎？伊讲我安尼来工作，所以耶稣是一个做工的主。但是耶稣用咱头拄仔一开始所讲的龙年渔牧来讲宣告，来讲牧养，来面对伊家己的这个专业，伊是林业的衍生物，叫做木工，有林业才有木工。首先，咱来讲，耶稣用牧羊来讲牧养，用牧羊来讲牧养，就是门徒的带领，甲信徒的培养。伫约翰福音的第10章，咱会看见耶稣对这个牧养，用牧羊来做牧养，会解说上长的一段的经文。伊讲伊是好的牧者，好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伊讲伊来是要互羊，也是人要得到性命，得到更较丰盛的性命。伊讲伊有2群人，有诶伫羊条内底是犹太人，有诶抑搁伫外口是外邦人。最后这2群要成做一群，拢伫羊条内。咱就发现牧养的工作，亲像牧羊共款，伊是对象是特定的，伊是内聚型的工作。第二，耶稣用掠鱼来形容宣告，就是福音的宣扬。头拄仔咱读的马可福音的第1章的第15甲17节，安尼讲，伊讲时机伫要成熟啊，上帝国伫要实现啊，恁着悔改来信福音。耶稣也对因讲：“来跟对我，我要互恁真做会当得到人的掠鱼人。”所以咱发现，福音的宣扬也是宣告，伊是一个对象不特定，需要重复广泛努力的外展工作，是一个外展的工作。耶稣也继续讲丢熟悉，其实迄阵也是卖熟悉。但是伫台湾爱换做稻仔熟悉，因为稻仔是咱上熟的一个农产品、农作物，所以讲爱求主差遣伊的工人去收成，遮尔多秋天要收成的，这就是季节性收成的概念，这就是做田人上基本的代志。所以我就应邀真做一个做田人。我耳聋诶，我是有种田抓虫的大学生，并且引以为傲。好，继续，咱看着倒来看掠鱼是啥物？今仔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得人拿鱼，嘛会当讲得人拿得鱼，这2个拢对，因为你用名词对名词，还是动词对动词，拢会使，拢是足合适的。但是咱爱想，为什么呼召门徒应允因得着人？伊是接伫个天国已经，上帝国已经近啊，恁着悔改信福音的信息，甲洗礼约翰受了后，因为这是要互咱了解这样事，这拢在讲福音甲上帝国的代志，也是在讲福音使者是一代接一代。洗礼约翰已经受了，就耶稣出来；耶稣上天了，就门徒出来；门徒受了，就第2代的信徒来继续。因为安尼，这个经文也真做咱鼓励人好好宣扬福音的一个经典的经文。耶稣用得人拿鱼来呼召门徒，可见掠鱼甲掠人有淡薄性。掠鱼甲福音的宣扬，互人归向主是有关系、是有结连的。第一项事就是耶稣要用彼得因会当理解迄个日常来说明因未来的工作。做一个掠鱼人上专门的就是掠鱼嘛。虽然彼得有当时嘛掠无鱼，不过至少因上专门的是掠鱼。因上欢喜的就是迄个鱼济甲规个网拢要破去，迄款感觉。
所以耶稣呼召掠鱼人来做门徒，互因修行的对象对鱼变做人。安尼呼召对一群掠鱼人来讲，通理解，无空通期待，是一个足实际的代志。第二，对得着人到得着鱼到得着人，需要一寡教示甲一寡转换。所以伫英文圣经有一寡版本讲，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个教，不是用口字旁的教，是用教导的教，是 teach。就是耶稣要教示因怎样为一个掠鱼人变做会当得着人的性命，互因的使者。耶稣善用因原来的专业，但是进一步甲伊转化，互因的专业变做会当为着天国的事工来效力的福音使者。第三，咱会发现传福音甲掠鱼差不多，足共款的。因拢是爱重复，有当时会感觉真无聊。尤其是咱以前少年的时阵，足爱背四律啊，背福音桥，讲一遍感觉真好，讲1000遍了后，有当时嘛会感觉我怎样也伫遮。但是咱需要坚持吗？是，咱需要坚持，因为咱讲的对象是无共款的。耶稣善用掠鱼人原来专业迄个特质，就是因爱一摆去拍网去掠鱼，无论有修行无修行，都是直做，重复，坚持的即个特质。甲因原来就足习惯在做的代志，互伊诚做福音宣扬有效的武器。第四，掠鱼是一个无确定性足悬的一个行业。伊除了看天食饭，有当时搁爱看鱼群的起毛子。咱会晓钓鱼的人拢知，今仔日若鱼群起毛子歹，3点钟无半尾；今仔日若鱼群起毛子好，安那钓拢有。啥物道理？毋知。这就是钓鱼、掠鱼上大的问题。咱拢毋知，敢若上帝知。福音的宣扬嘛是安尼，敢毋是？有当时咱足拍拼，几啊年伫甲讲，讲到有喙无烂，无一定有修行呢。有当时咱着顺便，着公车小讲者，着捷运小讲者，路中不小心发了福音单张，迄个人就来信耶稣。为什么咱毋知？我有一个咧，甲大家分享彼此内面咧。我少年的时阵，伫校园团契、伫学生团契内底，我有一个学妹，伊比我搁高10公分，我都要仰视她。我陪伊读马太福音，对第1章读到25节，末日的景象，因为种种的缘故，无读到28章，这是一个遗憾。因为28章就好的结尾，叫做恁着去，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结果阮读到末日就无啊，真正变做末日。我后来拢感觉读毋对的，应该读马可福音16章较短，较紧会当讲到福音的线尾一个完整的故事。伊对一个散的无道友，变做一个散的基督徒，后来变做散的同工，怀顿拢足散。毕业了各奔东西，19年了后，阮伫一个后辈的婚礼三拄，伊还阁真悬，无倒酒，我还阁爱仰视他。伊甲我讲：“学姐，谢谢你，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这样长时间陪我读圣经。”伊变做伊信仰一个足重要的基础，互伊今仔日还伫教会服侍、结婚、生囝、工作，无离开伊的主。对一个散的基督徒，变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19年呢，奥古斯丁因母啊，祈祷嘛，甲19年尔。这是偌长的人生啊！咱一世人有偌济19年。但是有当时咱会感觉讲，我也无足特别的，
刻意的做什么，人就来信主。我有几若届伫新朋友交代内底讲了后，转去楼骹讲伊要来洗礼啦。我嘛毋知影到底是啥物情形。上帝做工是足奇妙的，咱毋知。所以咱爱撒网要广，咱爱成做一个不断撒网的渔夫，然后甲结果交互上帝。面对这个有当时无修成的过程，咱爱坚持，宣扬福音，甲祈祷同款，一直祈祷，一直宣扬，一直宣扬，一直祈祷，直到你看见结果，然后继续努力。耶稣甲门徒讲：“恁会修成。”但是安尼的应允是啥物时阵才修成？是将近4年了后呢？迄个第一个圣神降临节，门徒才真正来经历。迄阵门徒已经有耶稣3年半的教示甲陪伴。迄阵因已经有真侪摆失败磨练。迄阵因已经有马可楼内底迄个昼夜不停止的祷告，所以因已经甲家己预备好啊。然后就真做建立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即款受磨练、受教示、有坚持，几若摆来来回回了后有祈祷的门徒，真做第一批的领袖，就有水的开始。所以伫困难的中间，咱爱怎样来听候？咱爱伫装备内底听候，然后伫听候内底坚持。咱爱伫装备内底听候，伫听候内底来坚持。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伫讲到双联教会有一寡足重要的提醒。几若年前，伊就开始咧讲，咱爱互教会诚做渔船啊，毋好诚做吃喝玩乐的俱乐部，也是游轮。所以咱爱不断鼓励兄弟做伙落实，一个人人服侍，搁一个人至少一个服侍的大原则。互双联教会诚做袂找无同工，却是不断有新的同工入来的教会。互咱无阁受迄个厝顶来限制，就是永远是20% 的人伫服侍80% 的人，即个厝顶。互咱的教会诚做一个无限制、无厝顶的教会，来荣耀上帝的名。过来，咱会发现，还有第二个提醒，就是咱爱为旧年的即个同工训练会，蔡牧师甲咱讲，咱爱诚做一个季节性收获的教会。咱拢知台湾的稻啊，一年至少3届收成。今年呢，2021年，咱会当几若摆伫咱今年的中间来收成无？互咱诚做有果效、有效率、有收成的门徒。2020年，咱因为疫情受纪念，咱伫其中来学习、检讨家己的生命的优先顺序。有一寡代志，咱以前足计较，其实无重要；有一寡代志，咱完全忽视它，但是伊足重要。咱也会晓珍惜咱的性命。啊，今年呢，2021年呢，到年底的时阵，咱欢喜，因为啥物受纪念啊？因为怎样的事受纪念啊？求主帮助咱的教会，诚做一个人宣告、持续装备得人，那亲像得鱼的教会，互咱会当做伙来期待，今年诚做福音丰收的一年。对耶稣第一摆拄到遮个门徒，第一批的门徒，到伊呼召因的时阵，已经经过一段时间，毋是第一摆拄到就甲因呼召，甚至因嘛无真紧伫第一摆因的小拄，咱会当对迄个圣经来看去。虽然耶稣呼召伊，因就真紧来回应上耶稣的呼召，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
但是对因第一摆受呼召，到因第一摆经历迄个得人那鱼的丰收，中间过了真侪真侪年。伫遐个年间，因经历足侪摆出去传福音，拢无结果的失败。因甚至倒来问耶稣讲：最后说你传福音，足侪人信主，阮传福音，无人插愿呢，甚至有人甲阮骂呢。即马要安怎？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因几若摆放弃耶稣的呼召，等于继续掠鱼，甚至等于掠鱼嘛，掠了真失败。甚至咱会当理解，有一段时间彼得感觉家己做门徒介歹，掠鱼嘛无成功，即马要怎样好啊？甚至彼得家己伫耶稣受掠了后，伊阁经历否认耶稣迄个上大关键性的失败。伫耶稣过活了后，因阁一摆拄着耶稣，耶稣甲因三拄伫第一摆呼召因迄个加利利湖的湖边，因在做啥物？因阁转去掠鱼，甚至一暝拢无啥物款的结果。但是伫因放杀家己的时阵，耶稣无放杀因。耶稣愿意继续相信这个平凡无啥物特别门徒，耶稣就安尼甲教会交踮因的手中，然后就安心等于上帝遐。2000年啊，教会还阁徛在伫世界每一个上远、最荒凉的角落，教会还阁伫人气杀的所在，成做迄搭的光灯甲温暖，一代搁一代的门徒做工过去，做工过去，但是因拢在坚持因手内底的工，无亏欠上起初主对因的呼召，就是来跟对我要互你成做得着人的掠鱼人。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你的主耶稣还阁对你讲：来跟对我要互你得人，亲像掠鱼的人同款。你的回应是啥物？你的回应是啥物？愿你我的回答是：主啊，我伫遮，请找见我。阿们。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也拯救。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愿意甲阮三同行三同工，当大当食。你无弃晓阮的微细、有限、软弱、罪恶、失败。你呼召阮来承接教会的责任，甲福音宣扬的使命。互阮有份甲你同工，主啊，阮伫遮要讲，阮信，但是阮信不足，求你来加添。互阮有勇气往头前行，互阮宣扬福音就心内有平安有喜乐。互阮随所讲的话会当成做别人的安慰甲鼓励，佮远远的安尼行的时阵，就要经历你甲阮做伙来成就迄个大个无可能的代志。就是人的性命要得到更新。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